第一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俗语讲：大人欠一喙，囡仔食到位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大人减食一喙啊，就有够囡仔食到有剩。这是老大人疼惜囡仔的讲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欠，欠欠的欠，读考验欠第7条。欠的意思就是叫人用钱爱节省，袂当乌白开，搁甲钱存落来。咱讲这人用钱欠啊用，甲钱留落来，也就是欠钱，Q欠。用物件省省啊，也就是节省节欠。啊，若做代志真骨力，又搁欠，咱讲这人足勤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 Q 欠，意思就是节俭节约，也搁有俭省。第二个词读做欠长内多，字面的意思是减少者来减少生活开销，这意思是讲一个人足省的伫咧过生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有一句话，俗语讲到价就变大翁，欠长内多嘛无彩工。这意思是古早的观念，认为嫁到好翁是一件重要的代志。啊，那现代性别平权、男女平等，女性靠家己独立，唔免靠翁婿。不离个话，搁讲倒转来，Q 欠也是较有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欠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